200预算如何让 ARK 变成捏捏？在小红书刷到了这位老师做的同人捏捏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捏捏定制这样的业务。也是在海鲜市场找到了175包建模和模具的定制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张图片，精挑细选了这张，还原设定且不是特别复杂。老师速度特别快，3天后就收到了建模，模具也制作完毕。至此就是175转包含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想要拿到捏捏实物，是需要加钱请老师代工的。虽然中间有些曲折，差点把老师折磨到心破碎了，但是好在结局是圆满的，看见一盘小蛋糕，什么气都消了。就这样疯狂揉捏这只小狗，捏起来阻力还是蛮大的，适合我这种拿来收藏的 ARK 人。这期分享就结束啦，下期见。200预